今個月25號開始，乘搭巴士等所有公共交通工具，如果車上裝有安全帶，乘客必須佩戴。巴士工會贊成做法，但擔心會增加同乘客嘅糾紛。專營巴士每日平均載客超過300萬人次，大部分人都未必習慣扣安全帶。平時真係我唔會喎，梗係啦，係咪先？呢個就講真，我平時我唔會。點解唔扣啊？如果平時貪方便咯。有啊。可以都形容一下嗰個經歷。因為其實都危險嘅，有啲位，如果你唔攬咧，一有咩事咧，都會跌親咯。有朋友都係跌親。設有安全帶，乘客必須佩戴。今個月25號開始，搭巴士、校巴、貨車等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同商用車嘅乘客，只要車上面有安全帶，乘客都必須佩戴。違例嘅人最高罰款5000蚊同監禁3個月。有乘客話扣安全帶嘅時候都遇上問題，有時拉唔到啊，拉就唔好順咧，又要放翻轉頭咁咯。巴士上落多人嘅話，即係個位置窄咧，你扣安全帶又會容易整到隔離，可能攞多啲嘢啊，咁嗰時就冇咁方便咯。法例又要求所有新登記嘅公共巴士所有座位要安裝安全帶。九巴話6成巴士，即係超過2500架都已經安裝。而九巴同城巴都話已經就新法例加強宣傳，包括喺車廂廣播、貼上海報同埋喺顯示屏提醒乘客。城巴就有超過780架巴士已經裝咗安全帶。有巴士工會話，而家只得大約2成嘅乘客會戴安全帶，新例要靠乘客自律。可能即係安全帶又綁唔到啊，或者可能我哋有啲前線車長佢個法例可能模糊啊，解得安全帶嚟，我哋都未知道佢都仲未可以離開到個座位，而因而可能我哋已經離開咗個站，可能會發生呢啲矛盾啊，或者呢啲爭拗嘅。但係咧都係呢個預期嘅。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要加強宣傳。法例裡面呢係冇要求個司機咁做嘅。如果係有啲乘客佢唔理解，甚至會有口角咧，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對車長係有一啲額外嘅壓力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理解車長咧，其實佢都係義務去提醒你嘅啫。低頭族都好多，咁尤其是係坐巴士好多人都睇緊手機嘅。咁透過一啲網上嘅宣傳啦、廣告啦，甚至喺座位嘅前面都要擺一啲貼紙啦，甚至乎亦都係可能上車啊、拍卡嘅時候咧，都要有啲提示。佢話要求市民改變習慣唔容易，建議初期以勸喻為主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。